收看完基本依家复习类咧，哇，古早年吼，我们伫大家有时当多东西，有时内面有料么，还没有变配啊。基本依咧了时间复习类咧，老大家咧少介大家从头到糖豆介东西告诉，了对身体有嘛介影响你绕墙都系大家都动手了介，饮肉是茶一棒先生咧到节目地度老大家咧分享咯。大家老朋友，你今介来变成你介茶一棒饮肉是分享先生。嘿，台车好，因小心朋友哦，讲演国体，嘿，你啊讲演国体咧吼，台车可是吼收心操咧。有啲人讲演咪是当多东西啊，所以两个礼拜开始要知道，哎呦，两边有冇多地肉，两边有多地肉，会慢慢可能会减配嘅。嘿，减配是上个要买东西做啲减配。错，所以基本嘅皮绕墙同先生咧，到节目地度啦，大家咧讲嘅是系，你翻译讲酵素酵素，先来问一下先生，说到酵素讲到酵素，大家都好像好熟哦，动手咯，了解这个名词。然后东东因为讲哦，酵素做啲安样呢，又做啲安样呢，对身体又安样呢，又安样呢。先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酵素？嘛，家去告诉。好，因讲酵素其实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安尼厉害是讲安尼医学吼是讲特别个老师教安尼是讲酵素，讲按身体底部有个酵素是讲，比如讲安尼老安尼写东西做啲消化体口个酵素，好。按上时吼，按身体当中反应而口个酵素，个酵素是在卵泡质的东西，就按身体内度是在卵泡质的东西，因为佢度一点点东西，一点点酵素是本按你身体反应下好吼。比如讲吼，因为降血糖啦，或是降血压，了都几下吼，然后按酵素有关系。不过按你啊讲咧酵素，然后你啊目前当中已经讲过哦，因为都是酵素，然后系冇强的东西。因为台卡都讲酵素，其实很某强的东西，那就是搞错了，搞混了。好，你啊好，您当都买买酵素，买酵素，讲按水果去做，该已经可以讲发酵物。所以台卡昨天讲，因为老师刚讲的是我们人体地里改酵素，对你改效法，对你身体改蹦出。你讲老北大白白讲，我家有只买个水果酵素，了解酵素的按身体酵素很某种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讲说，了解卖系水果发酵物。安样讲，你讲简单来讲，到底酵素对你人体改作用，体底有嘛改作用？好，比如讲，你哈，身体跟内分泌系统，比如讲哈，你都当到上些血糖不一高，或血糖不一降带，跟咪酵素，有发出脏好哈，还有荷尔蒙咪也有酵素，哈，还有就啲哈，比如讲哈，你身体个皮肤不记。慢慢讲，因为皮肤的再生呐，没需要酵素，酵素让皮肤再生。好，最主要是因为讲分解是讲，你吃东西之后哈，口干消化酵素，比如讲，你该胰脏哈，他刚讲眼皮对啦哈，眼皮底部度哈，又该当到分该来你该淀粉东西分太起哈，比如讲，你是在添板口酵素，佢就不能变。葡萄糖长做吸收，比如讲，你是在干肉，吼，胃底部有酵素，吼，十二指肠没有酵素，吼，某时该脸皮底部酵素，该蛋白质分解酵素，吼，跟卵泡质啦分解下去，吼，长到变氨基酸，吼，但某酵素下去，吼，因为东西会嘟，吼，不下消化，消化不良的感觉，该买像应该脸皮底部，吼，还有该脂肪分解酵素，因为吼有法图不能酒，吼。分细杂，咱唔会讲是东西嘟，好，像因讲因脸皮的反体下去哈，因过下消化唔得，因讲胰脏炎，是因为胰脏底部有当多消化酵素，但你胰脏一谈该发展下去哈，该是当多东西冇法度消化，好，该饮食冇法度的，好，该是动态问题哈，所以酵素其实对人身体动入蹦出哈，还比如讲哈，有东西上是天气当冷有冇？其实身体有当多机能，会不你降冷，好，开始一个能量好不上升的酵素是讲，比如按些东西变该热量，要么变温度下去，好，跟没酵素，它有的发展下去，好，因为口酵素，因为酵素一分解下去，该我把细菌是会唔见体的，哈，是会杀菌作用，你当多酵素。因为讲，像先生讲到酵素，其实功能非常介多对人体介影响啊。其实我挑白也好，当像了解当到酵素介地心的，基本一堂谢一邦老师讲才比较了解，原来那不一样。所以一般台地会讲，你要多喝酵素，因为你狗霉哦，有冇你鼻孔流鼻水，你早上起来会打喷嚏狗霉，你要改变你的体质，所以台家会都是酵素。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冇强的东西，冇强的东西。我讲冇想过，你根本两种都会讲到哈。不过讲到了，其实酵素的分类。它也是有分的，就像性上讲诶，一种是我们人体体内的酵素，一种会外来嘅酵素，这是两种大分类，这样讲哦。做得讲哈，外来酵素哈，比如讲哈，有的东西哈是食物里边都哈有天然的酵素哈，佢会帮助你消化，比如讲你是菜头有淀粉分解酶。好，你要酶俩到10，是酵素，淀粉酵素，基本上你个淀粉哈分解下去，你看你本身是个甜不辣有冇？泡泡渐渐的东西，咁个基本都菜头吼，会，记得冻起苗，记得是炸物有冇？铺盖东西，大家有发现冇？基本放一只萝卜泥，然后用一个比较不要这么暗夯的一种酱料，它你是该铺出声，是不是配盖萝卜泥？我以为那是解腻。每个地方有个淀粉分解酶。因为你是泡泡渐渐东西哈，该地表就当做淀粉，油哈，相信唔好消化。你是到菜头泥下去，佢有淀粉分解酶是好好消化，哈。还比如讲，你是该翁梨好嘞，好翁梨就有个蛋白质分解酵素，好，你看翁梨食下去，好，你个食饱盆马上食翁梨，伊也感觉还消化太嘞，唔会讲胃肚肚，好，像你煮肉有的人表木瓜。木瓜地本多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还有用奇异果地本表到水果下去哈，奇异果表煮你上去煮肉下去表奇异果，因为奇异果有蛋白质分解酵素，好像奇异果啦、木瓜啦、翁梨、桂还有分解酵素，做得让人怕去分解下去是好好消化好吸收。所以乡亲朋友吼，哇，欣赏讲的真的很仔细耶。所以其实简单讲来，你大白在打嘴鼓的时候，大家会讲，你是东西吼，哎呦，胃肚肚冇买笑吧？大家是会讲，是得帮你，是得帮你，因为是得木瓜。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总得是另个啊？是白的，原来是因为肚帮你地肚其实有一种个欣赏讲系分解酵素嘛，它可以用分解下去，帮你解决你胃胀消化嘅问题。比如讲，你也是该泡个甜不辣哈，地板有虾啦，莫是猪排啦哈，该猪排下去有冇地板有淀粉类，有油，对，哈有肉，好，该也是买呢。你是该翁梨哈，然后该菜头哈，凉沙哈，穷下哈，做凉拌菜下去也是唔会讲消化。所以上时吼，我讲你煮菜该师傅去上时按用搭配。其实有时候除了好食之外，其实是有原因的。你客家菜就是有名是翁梨芡酱。翁梨芡酱，你讲。翁梨芡酱几好食。翁梨芡酱，先生讲的是酱翁梨吗？就是没。该好爱客家菜就爱泡好唱歌，爱食泡唱歌。该翁梨芡酱好食么？基本我们梦到两行菜。我讲客家人养买鸟，该就小猪肉啦哈，该个后腿人肉咪当硬性咩？系啊。上青叶板该青叶啦，该助攻啊，就么好摆一个走中间该还好，一天在不下家家不下一天就该助用嘛哈。错。尤其该后腿当硬哈，该还好，该都好，安尼长辈是当聪明哈。佢後腿肉啦，哈，撈到翁梨下去，兩三號小塊肉下去，跟肉是變很軟的，因為佢哋有蛋白質分解酵素。翁梨啦，哈，然後豬肉啦，哈，喺度葱啦，喺度薑麻啦，喺度木米啦，按是翁梨芡醬，咁好食嘅好菜，做甜甜嘛。先生，基本你講嘅菜係愛天時擺糖度嘅，其實你真是你下後生。客家人菜啊，客家菜翁梨芡醬。先生來講嘅翁梨芡醬嘅豬肉，先我性格都是經常講豬肉。不用翁梨，爱地不用做妈啦，我们说红烧肉，爱地讲，特别做中间嘅时节，当到该猪肉系讲某时体嘅时节，然后讲，妈妈讲，如果录起的时节可以做红烧肉，上是狗年然后所以做妈牛，所以两下其实线上讲嘅不用翁梨，我觉得不用翁梨很好都不是翁梨芡酱，你可以除了好食之外，是从线上讲佢又可以分解蛋白质，对，系讲你食东西肚有点消化不良嘅时节，其实食到翁梨系有好处嘅，所以唐先生讲。简单讲，因为其实身体真的不能缺乏酵素。一定嘿，有的人讲欠酵素，有的人讲成因是欠一项酵素哦。有的人客家人在蚕豆症，是欠一项酵素，是一边蚕豆症。哦，原来是这样。就你要抬杠到抬杠，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基础工艺类啦。然后如果真的缺乏酵素，兄弟，比如下豆，比如有可能从内分泌异常也会影响。是，有的缺乏酵素成因是唔会太累哈。还有的人讲，其实内分泌异常就啦，因缺乏酵素，唔过你好。一般人唔会讲欠来到东西啦，哈唔过个用头痛、失眠、呼吸困难，老你缺乏酵素，
肉罐系唔过罐系冇睇，因为胃肠唔好是缺乏酵素肉啦，哈。和就等于讲，你种其实你系缺乏酵素，唔系因身体缺乏酵素。了解，错。好，所以其实你系提提到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吼。我基本依照强度，你解查一封欣赏对度两片吼，相信朋友糖都够，有所以讲哇，你来挑白度，你解地西地度又动到你。地的系完全冇强容的吼，基本呢度两边好好咯，大家来说明一下。不过还有嘛解，เรา告诉有关嘅地势，大家先聊下吼，等下再上来。你今日เรา强调请一封信上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讲酵素吼。你平常时对酵素嘅了解真的没有很清楚，恭喜才会也不是这么容易吼。简单讲，你身体自家有自家嘅酵素，对你嘅消化啦，你嘅引体动冲啦，你脑部咪脉都动到嘅酵素。不过信上度两位吼，先让大家来简单讲一下，你脑部咪做啲卖酵素嘛？有人因为讲我爱买系酵素，对不对？信上讲系发酵物啦。不过我们这边讲一下，可能两百有讲到木瓜，有讲到梦里谁信上该还有讲到诶，所以真的是一样的，用胀气，木瓜酵素啦、凤梨酵素很又好诶。吼，和便秘的话吼，其实便秘是个酵素吼，慢慢讲，其实吼最主要是我本买个酵素，让我是下去，有人讲哦，我还是下去，马上该排便顺畅。该其实吼，因我本买酵素吼，其实最主要其实都系慢慢讲，当到有机酸。那酸的东西哈，还有就是个乳酸菌来代谢产物。好，来的乳酸菌代谢产物，你要去研究讲，来的东西会不会肠道一些好的细菌生长。如果你酵素而动引进去做，等你做唔从，你是食到你唔好的东西下去，你嘟食到从你食排东西，恶里毒意思讲。哦，所以因为两下讲到两下，我多两先问一下先生，因为先生。讲节目一开始讲到两下，你大家最起码就得了解，就是对于你的消化啦，对不对？卵泡质嘅分解啊，酵素又动冲扰嘅一个功能。你讲两下，大家会讲，我怎么觉得大家常常把酵素、你发酵物、黑毛子跟醋，好像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好像是同种东西，有动穷同种东西，那上期喝起来的时候都酸酸的，有毛酸酸，大家讲一下说喝起来，大家讲，你要搞数，有的人喝起来讲，这是你讲醋算是，其实差不多，我讲，其实你讲个发酵物，然后算是差不多的东西哦，其实同样，好，不过你算是慢慢讲，你是南海是讲地表有的有机酸唔减太的，你算是有两冻豆种，哈，你醋冻豆种，有的是天然的发酵醋，其实用米一红去做哎。米，我知道就是米醋，可是那就是醋哦。那米醋又等于讲，我系特别讲摸一下去变梅醋，因为摸起个本身唔会发酵。错，就等于我变到凤梨下去，因为凤梨进到算是地白度讲凤梨醋，不过佢最主要佢喊个醋地白算是地白起。我们常常说梅醋、凤梨醋，其实是因为把水果变到醋里面。汉边因讲个酵素是讲冻到水果，不应该地白好的细菌、乳酸菌不给分解下去，你分解下去是由你水果本身地白的东西都地白度譬如讲，你的水果地白等有的植化素，譬如讲该买多酚，该的买就到地白度。分该从该地白等于有等于表个乳酸菌，乳酸菌到了太提了讲到了的水果分解下去，乳酸菌起个本身的分解代谢产物，咪到地白度。所以既然我被买个酵素，是个发酵产物，地白又本身的多酚类，含有的有机酸。含有的该从该细菌的代谢产物，那个东西过下去，我是变该发酵物，应该酵素。所以，你上次去到脑部是讲有人都该买讲，小鸡了有一罐嘅酵素，但你问佢该嘛该做一些，基本上你讲你要冻到嘅果汁豆病毒，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果汁的发酵物。老师应该问你一下，发酵物是讲做唔好是不是会变成醋？冇错，做唔好变成醋，上次做唔好是变又等于变有不好的物质。那要很小心已经冻成一起个莫青才能走上次上顾没地上顾讲哎呦该冇问题，又等于一细菌冻豆种，又得系乳酸菌，又得系腐败菌。
因为唔啲系，你系大家细菌都地本读，哈，其实细菌学是动专门来东西，因为了到乳酸菌哈，对人身体有动到作用哈，是从你时间最近是动到一些个益生菌、饮食都穷了。错啊，对，线上讲到了冻虫了，因为线上讲其实系消化嘛，线上你研究不论系公共然后因讲即个菌素菌地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讲，大家会说意思是该便宜送点，又冇卖该益生菌，又对你的肠道本来就比较敏感，比如讲，你可能会是一定有像益生菌啊，比如讲，又都很肉膻该种的东西。你说是药吗？好像是药。你说是健康食品吗？你买讲很健康食品，它会让你讲你早晚吃一次，哈，对，你要动按用紧条改东西。他说这是对肠道治胀气、治便秘。可事实上，那个概念是不是也是种心脏梗的概念？就像跟你喝那个发酵物，跟你喝发酵物的概念是一样的。对，不过讲到了下吼，相信朋友啊，相信东东因为想讲，该酵素我自家咪会做啊，因为我读脑部有可能东东因用因教人用因做，比如讲，我做得起卖东东改，比如讲苹果、凤梨。然后讲，眼底啦，因为我冇买晓做，买种来搞后，佢落去射到冻墙里，射到冻墙里批榴莲咯。有到比如我另个批可能榴莲，凤梨批为熟体，我嘛唔知榴莲啊，榴莲，然后佢射到冻墙里，佢咪落去烘干，烘干搞后是不是就感觉上好像很干净，完全没有水？然后其他什么那该有没有那种几公升的那种瓶子？嘿，全部落去射墙也是要烘干，一滴水都不行，然后放进去，当然该有一定的比例。其他是要走按用改酵素，老师，唐先生讲其他走改酵素，是从心上讲的。你要是成功就成功，要是不成功，它可能会腐坏。会腐坏，它上期就都因为你还有的哈水果像水果地位都哈，当到生弄肉，甲生弄肉下去哈，弄肉连冇水枪下去哈，甲弄肉下去，有的好外细菌唔会上。所以其实还要注意弄肉感问题哈，但最好要去买有机水果。嘿，最主要是它种的水果下2000，因为两一天这种冻强力，等幕后吼，以及冻豆事情会走出来。错，所以吼，到两下到心上来讨论一下，其实很讲你有行动买酵素的时，你还是可以注意一下啦。上面还是有很多标示，比如讲从两片是到大家都分享一下，比如讲你可能有专利证明哦，对不对？像你也可以去看，还可以很容易的走因为现在好又怎么说？好又信誉的公司来卖，好安全啦哈。其实讲因是树头fru没一种酵素啦。对耶，对不对？因他讲因来是弄头酒没啥酵素啦，哈，头fru机没啥酵素。啊，因为发酵里面就有酵素，看食物。香菜没系酵素，香菜没系，那泡菜没啊，都是发酵过。如果欣赏像刚才讲的臭豆腐哦，这个制作的过程，大家上去看到的时间不有一些唔共性的。好的臭豆腐其实系里边有益生菌。对。如果唔好的臭豆腐吼是病毒冻到奇怪的东西，其实每项冻到。其实有东西没讲嘛，因为。像俩是有两种改讲法嘛，有东西是会讲，其实吃臭豆腐不错吃臭豆腐其实不错有东西会讲，那个做改狗仓地图因地很容易走，所以其实系讲佢系做得好，有良心改厂商。其实臭豆腐是不错的，不错啊，因为你还有该哈，有东西是用该扣下放心哈，老该地表好的细菌培养出来做个豆腐，干什么问题？还有东西是当垃圾来都。每个东西去做个臭豆腐吼，但是尽量唔好。是，退班好安全啦，唔是少啦。有种人讲去看过该做臭豆腐，该狗仓地图啊，其实唔讲是臭豆腐。唔讲又吃到臭豆腐很好吃，有吗？对。其实因为冻气管，佮多多该有只腐败细菌都该吼，佮病该豆腐病该腐败细菌病下去，其实有只香味吼。就是那种臭豆腐，我讲你那种臭豆腐的那种臭。有东西讲啊，就是要那个味道，就像你L9你有冇？你做冻都该气死，有的气死它也是发酵，有的气死酵素，所以气死也是酵素的一种。如果有的气死你一批也是，有的亚洲人好莫玩习惯，直接被觉得哎呦。很臭哈，很臭哦。如果L9你是讲啊，很香哦，所以聊臭豆腐恐龙，所以像清蒸臭豆腐，如果是
普的大家袂讲好冇空气，不过因讲清蒸臭豆腐，大家系讲感谢，系讲好改臭豆腐改有良性改制作过程是可以吃的啦。嘿，莫人等于讲啦，是某人等于讲哈，所以讲到厉害世界，大家是不是讲？其实师兄信上讲，我们的食物里面好多都有酵素。嘿，冇错。吼，所以其实其他有些东西，谁来看到到底很容易都显出。好，不过讲到厉片呢，大家是不是讲到七价走改酵素到转压走改酵素，性上讲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七价，你可能跟酵母，跟有的不哈使用酵母菌哈，我本叫为乳酸菌，冇醋酸菌哈，其实对人身体还有蹦出来系乳酸菌。酵母菌那种东西是讲你最好哈莫上心啦。你讲该活菌莫是同豆酵母菌，好，特别是就由于是该啤酒酵母有嘛，不是也是啤酒酵母，有，它该啤酒酵母哈，其实莫该灭菌，给地本还有该酵母菌它上，它生意是它喜好，充实是在控，好恐怖哦！很恐怖，冲洗都一扎控。因为酵母菌当气管，基本都生意，因为生意免疫力还蛮好，基本只要都你生意小肠，基本都老个小肠是太细，别一扎控走出来。好，所以吼，目前才几个可怕。所以讲到了哈，每你讲你。酵素听错很容易引脉哈，我们讲到两片是讲，大家可以了解哈，走高速了解狗仓哦，其实每一个过程都好重要，对不对？功能也不一样，功能也冇强弱，所以到两边还系老乡亲朋友讲，系讲你想会七家来走高速哦，这种线上讲诶。大家狗仓因为非常介有磁性的动注意，系讲冇做好，佢有可能会带来很好好嘅效果。冇错哈，等于讲嘅咧酵母菌本身伊是介好，你最好拿去煮过。哦，嘿，煮过，所以介讲找先生讲，像我安样嘅人，看起冇几家做高数好咧，可能做出来都行为很好吼。乡亲朋友，还有嘛嘅高数嘅地形吼，聊下，你等下当中来讲。好，今日早上线上来到节目地图了，大家来讲酵素酵素，我大家要分清楚，有的系你身体地图嘅酵素，有的系你种脑部脉种类嘅酵素吼。不管用你哪，其实酵素对你系当从啦，不过系讲，你会真正脑部脉酵素，真正会认真去看清楚你嘅构仓。因为酵素我们都买当贵哈，因为是下以后，你可能只要平时只要当姜哈，你相信只要平时只要当姜，你可能倒在地位系买个新盆不你只要平时只要当姜。要注意，系讲切家做。很好会注意，系冇唔错，这个卫生的问题吼，含啲嘅牛蒡病吼，其实有只比例吼，含你，然后最好了种东西，还是天然的食物，它安全呐。错，所以你俩最尾了，大家来整理一下，你讲酵素的迷思，大家从头为可能想清楚嘅，譬如第一个。对不对？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等于补充酵素。昨天讲冇强容，卵泡质，聊到卵泡质吼，那些卵泡质东西导人身体地白毒吼，按的分解到最尾变氨基酸，你酵素吼。买酵素强容是到那身体都没分解氨基酸，是卵泡质的东西不等于补充酵素，冇强容。对，使用酵素改产品，人体就不再自行制造酵素了。冇强容。错。对，提上点，补充酵素比摄取营养素很好冲扰，当然不是啊。这种其实最重要哈，当然哈，一天的是一天几多盘。吼，还几道肉，几道青菜，等于么是肉，你也是几道豆腐，么是豆类东西，卵泡质拉，吼，让营养均衡比什么都重要。错，还有东东你讲啊，其实健康状况非常好，你可以不用补充酵素，这样讲。慢慢讲，你等于身体当健康吼，莫比较买个我本。莫比较些时间我会买一个都有酵素啦哈，你像呢，等安因吼，你不是吼，你吃个吼都是都冻简单东西，等你酵素一下上去在咸菜啦，莫是泡菜啦，那发酵产物，可能就还好过，莫是都呛菜水果吼，其实基本没冻到安因吼，对安身体又蹦出来营养成分。错哈，最尾点你讲系讲，你平常时有补充酵素改食品，你就不用咋个补充维他命，唔错，因为酵素基本冻到维他命。
命特别摸，比如讲吼，唔辣就等于讲枸杞就摸，吼，酵素摸甜就枸杞，吼，按铁质就摸甜就，吼，按维他命 B 群摸甜就，嘿。所以其实根本去讲到俩迷思嘿，然后向全部来讲，因为台底有冻豆感，因为讲，然后告诉讲到从你咸蛋从容，其实简单吼，大白你安用改福喜类的安有去了蛋也系讲讲到这种两件事情，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均衡饮食最重要。嘿，冇错，等于仅仅补充酵素，你不是卖该去个做该冻好来顺时哈，发酵醋哈，有那个米醋哈，或是个老醋，好，其实了醋哈顺时东西，其实老该发酵酵素哈，差不多的东西。错，所以简单讲，原来除了你改均分饮用哈，都是你自己天然的食物。如果真的要是安用改发酵品，就线上讲为蒜醋是还不错这样子。不过哈，读节目改追尾后，让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有趣的事情哦。老师，我们竟然酵素可以做清洁剂，嘿，就等于是用该酵素哈。去做清洁剂啦，哈，比如讲，该果皮啦、木通啦，其实最主要是你讲该不讲原因啦，哈，水果皮了等哈，像该木通水果了，是去个发酵，去个有都有菌，好，其实有酸的观念哈，东西没被谁抢，嘿。因为景星哈有谈到东因为讲啊，他说俩下有冇你要去诺贝买个清洁剂都洗完嘛，不过是不是有东因讲，这一罐拿去洗。你还讲啊，起家走我就会觉得好厉害哦！有没有起家来走清洁剂走在洗完？他说：“我跟你说，你用给他洗完，你可以很安心。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我自己用果皮发酵，我用一种还很地啦。老师，恭喜才会，我家现在就有一罐自己用果皮去发酵做的清洁剂，然后我也还没用，所以刚好进不进来都讲到了，所以其实。”如果你会有为走的，你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清洁剂的。对，因为清洁剂老洗的东西没可能，清洁剂还安全呐哈。因为清洁剂没洗东西。没洗东西，因为最主要的果皮哈，就等于用到干啦，慢慢讲干的，因为就到果皮地方就油啊。其实清洁剂最主要是乳化剂，是哈，因为就油的关系哈，其实都是油老水冲下，其实乳化观念哈，乳化观念其实有的东西就会中枪，酸的东西没走在谁强，因为你比如说小苏打没走在谁强。哦，所以其实线上讲嘛，酸的东西走在谁玩嘛，小苏打用的东西也走在谁玩，所以你该下讲的系讲清洁剂，系讲不卡线上讲像于钢皮啊、果皮，当然啦。挨系唔定用因做，不过你老大家咧分用系要安样来干粮冇唔错吼。像两面有讲到雷梦洗碗巾，形容嘛，其实佢概念系有，系概念系形容。我哋讲嘅唔系钢皮，佢讲嘅系雷梦改皮。你讲吼，你讲雷梦就冇，雷梦最大经济效益系佢嘅皮，基本用汉来就用，你讲干皮没形容吼。你上次浪天豆就当到，你可能就该当到干啦，吼，海蛎啦，冇是干。好，雷梦皮冇干皮没做得吼，佢做得老该雷梦皮啦，老该酒精啦，老该水吼，酒精下倒掉吼，啊，表下去是做得吼，变浸下去变该柠檬洗碗巾，其实要当天然的啦，其实也系当安全的吼，是很安全。因为不用酒精的，因为酒精系油的东西，长做的老个柠檬皮的油种出来。哦，让柠檬皮改油落去种出来，然后是做的就变成我们的清洁剂、洗碗巾。线上其实我系启动系讲你做家庭主妇系讲又慳吼，都不慳系讲你真是。又兴起，其实起家用走是不错的，对不对？看到比如讲椰子油起泡剂是高就容易就破感觉长就谁强。这个真的哦，我开始被又爱用改迷思哦，从爱洗完来洗上改世界杯启动，怎么没有泡泡？没有泡泡，感觉到底有没有洗？其实。不一定，目前的表个起泡剂，因为佢就等于有破的感觉吼。错，不过多两片啦，乡亲朋友来少改系，你讲清洁剂啦，洗完，信上今天也带来了食谱，好，不过系简单的食谱，比如讲，你讲，你名字取得很好听吼，这个是吉祥团圆吼，你狗年长。狗腿，然后不过还也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比较控甜来用。老师也用黄瓜跟绞肉，然后豆腐，以谢谢哈贡加酵素液，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菜的。嘿，冇错哈，就等于讲等下冇酵素液用个食，其实好当简单啦哈，你哋往里哈到面哈。
因为我讲你小可以然很甜啦哈，因为狗肉啦，那个豆腐哈，种强下哈，基本酵素伊目的是不给下好消化，但伊冇酵素已经是帮你强抖面面哈，强下变下去哈，搞下去咪强用哈，该帮光哈，然后该地背该弄纳太去，哈，那狗肉然后个豆腐种变成肉膻，哈，然后变上去切上去，哈，那以脆石头，而且用脆的东西唔会油，好控起。嘿，先生，我根本你躺到底下哈，我一直听到一个关键字嘞，我就懵哩，好像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高脂。系啊，其实他讲饮料都一定变得泡脆啊，变得含脆啊，含脆咪系酵素啊，真正含脆系酵素。有种因为讲含脆系卤嘅东西，卤嘅东西有种那些程度。系因为含脆卤，讲他讲因，但按你真正客家方式去做嘅含脆，佢系啲白有嘅乳酸菌天然发酵，错。从个香鸡来泡菜去哦，对身体当好。不过你还是因为按那个咸菜是讲吼，按那个太菜容易系，就在水当中弄热，水当中弄热下去吼，个真正的乳酸菌是上不出来嘞。你要用因做咸菜是，冰冻都染，吼，按冰冻都算是下去搞咸菜，按也染菜是，按咸菜冇健康。按特别阿婆做个吼，个咸菜用石骨鱼。摘下来用脚骨去丢，脚骨去丢的，因为丢牌真是用脚骨丢香菜。不过讲到了，大家会有谈到，因为其实同爱心目中嘅大家会讲，客家人有当到卤嘅东西咯，是比如卤香菜，先生讲嘅豆腐衣，你要做麻鸟，基本你谈到先生讲，嘛个帮你欠椒，帮你欠椒，你系眼基本你学到嘅东西，不过。讲到了大家是袂起头讲哦，客家人只是卤的东西做当道，不过你就会讲，控甜卤的东西冇想到，所以这中间好像有一点点冲突。所以唐先生讲，其实是过程是添加物是什么，对不对？你真正做好的咸菜，唔是按变咸，你变一点点时候哈，你变咸菜下去冇做变染，按是做得嘞。所以其实真是系高产，让你变嘅东西系嘛个。当然，你讲东西会变到3年4年来洗，你卤香菜卤过后，做得是咯，因为是香菜米洗咧，你是拿来煮汤啊，你看冻好煮肚汤煮。上清又痛啊！其实唐先生讲那是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咸菜起较重哈，那个太菜起较重，因为冇谁弄肉，咸菜就自然做得出来。你看太菜起较重，太菜起较重系讲真是系冇弄肉噶，你一家卤，然后像先生讲的，冇用很多香嘅东西，让冇用很多，是从你讲番茄嘅泡菜，记得地度要冻天然嘅搞出度地度，所以是对身体是好。好，基本你先生带来了最每只控甜嘅食谱，咪系老大家讲要按样嘅观念。时间真很多东西吼，你下摆找个绕向欣赏来分享，到两边呢，希望大家给收播动，感谢欣赏到节目地图哈，也是拜个晚年啦，大家讲吼，狗年快乐，狗年快乐，还新春如意，真些好，大家聊好，等下来做认同嘞。